不幸因公殉职的勇警涂明诚甲曹瑞杰，家属5号伫台南市立殡仪馆进行厅举行公祭。总统蔡英文伫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内政部长徐国勇的陪同下，亲临公祭现场致哀，并颁发褒扬令，表扬2位员警勇敢到最后一刻英勇表现。总统蔡英文致辞时表示，涂明诚、曹瑞杰2人伫身受重伤，犹原勇敢对抗不法，守护同事安全。安尼的表现，互全国人民动容。境界失去优秀人才，也是国家莫大损失。政府也持续改善警方的执法制度、教育训练以及执勤装备。蔡总统表示，境械使用条例相关修法，也伫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后，由朝野共同演议。政府也同步检讨外役警的相关规定，并列入优先法案，强化社会安全网。蔡总统也特别要求内政部从优抚恤殉职的涂明诚、曹瑞杰，和家属上大协助甲支持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